我们来看这一章，人生百态，如梦如幻啊！人生是不是百态？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，种种的事端太多了，压根你就想不到的各种状态、各种事情都经常发生。这种情况如梦如幻呢，好像我们人在做梦一样，是虚幻无常啊！切勿执意，心里存放，你千千万万不要很固执的、很坚持的、很在意的，对外在的好啊、坏啊、对啊、错啊，你得到的、失去的，你高兴、你讨厌的，这些心态变化，你千万不要太固执，不要执意，不要去执着它，你不要放在心里面哦。你一放在心里面，耿耿于怀，你切也切不断，割也割不掉，烦恼就不断了。你妄念就重生，妄想、杂念、散乱心就一直不停的发生，不停在你念头里面打滚呢。你烦恼不断，心就不开朗，心不开朗，你的日子就非常暗淡，智慧不会生长。什么事情不该做的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。所以你看，烦恼不断，我们的本性就被掩盖了。我们本来的自信是无善无恶，没有善也没有恶，人家做什么，我们都是如如不动。有好的，我们就赞叹；恶的，我们自己警惕、反省自己，要求自己。我们的本性是清净光明的，没有沾染外面的东西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把外在的一切善啊、恶啊，都完全割舍了，完全远离了，我们不沾染了，那么你本性的真相就出现了。你本来真真实实的、如如不动的，像佛一样的本性，干净光亮，没有烦恼，无任何嗔恨心，无任何报复心，采取对人不利的心都不会有。那么你的本性真相就显露开来。六祖大师就讲了，本性是清净的，本性是没有生灭的，本性是具足一切，本性是没有动摇的，本性是能知万法的。这个才是我们原来的自己，也就是你的灵魂，原来是这样才对的。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空间里面呢，坦白讲啊，接触的各种人啊、事啊、物啊太复杂了，结果我们很在意，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生气，有时候厌恶，有时候欢喜，有时候悲哀，情绪一直忽高忽低，忽好忽坏，搞得乌烟瘴气，我们的灵性都被蒙蔽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章提醒我们大家如果慢慢去体会，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在最后临命中，我们就无挂无碍，无贪无求，我们就自自然然的感召到光明的宝地。这一章跟各位大家结个法缘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